大家好，今次影片會繼續講2025年 DSE 數學卷1第19題 B、1B、2。之前嘅影片我哋得到 Part A 答案 A 等於20 B 等於37。 Part B 有新嘅資料提供，包括點 P 嘅坐標，點 Q 係直線下方嘅點，令到 PQ 係 C 嘅切線， PQ 長度係25，以 I 表示圓 C 嘅圓心。大家可以用圓方程嘅公式求得 I 嘅坐標係-10。1. 圓嘅半徑等於8。收到一大堆資訊，除非你係天才，否則應該好難想像題目描述嘅情況，所以建議大家帶齊直尺圓規入試場。計到呢一題舉手問監考員攞格仔紙，之後繪圖。我畫咗圖喺旁邊。B 1. 計 cosine 角 IPQ， 但係三角形 IPQ 不是直角三角形，所以我於三角形之中加上一條線 IT， 點 T 係 PQ 及圓 C 嘅切點，因為切線垂直半徑，所以形成一個直角三角形 IPT， 而 IT 係半徑長度係8，而我哋都知道 IP 兩點嘅坐標，所以可以求得 IP 嘅長度係10。之後用畢氏定理求得 PT 嘅長度係6。cosine 角 IPQ 等於6/10，若簡成3/5。B 2. 求 IQ 嘅長度，因為 PQ 長度25， PT 長度係6，所以可以用餘弦公式得到 IQ 長度係5平方根17。下一條影片會繼續講 B3